欧美即马是热翕翕，西班牙已经对春天热甲焦。也那美国的德州和南部一寡所在，高温的警示警报嘛已经发布2礼拜啊。为了互小风暗调的这个效应，互真侪所在即马拢出现43度以上的高温。照这款情形推测落去，这么热的天气会一直热到7月份去。为美国亚利桑那州中部、德州甲佛罗里达州中央的南部，6200万人拢陷伫翕热的热解效应。稳定的高压系统甲小气甲湿气拢锁掉的，已经连续2礼拜，互人感觉强要无开。拄啊过下礼拜六，一寡所在温度拢38度以上。德州这礼拜的高温嘛，看上摄氏45度，半暝嘛无啥会降温，民众敢会当尽量食冰、酸水来消透。预定这礼拜德州的用电量会阁创下新高纪录。It's getting hotter. That's just the world is changing. A nightmare scenario is that the grid goes down. You don't have air conditioning available to most people. 独立的德州电网负担真严，最近因为高温相关的送医人数大大增加，对于无为汤米的家友，佫较是致命的挑战。主持团体加紧分发饮用水甲卫生用品，希望帮助因渡过难关。换来看西班牙，今年热天头一阵小风已经到位，气象预报显示，全国大部分的所在可能会出现摄氏44度高温，一定会持续到29。中世纪古城塞维亚尤其野雨伞开线，直闪大热。And I find it super hot, super hot. And what we do against it, we drink a lot, wear like light clothes, and we do siesta, as Spanish do. 去年是西班牙有史以来上热一年，今年春季嘛是历史上最高温。统计显示，过去12年6月极端高温已经愈来愈接出现，这是一大警讯。当地已经传出今年头一件农民吊山死亡的案例。当局单程工时保护上路，禁止伫真热的时段伫户外工作，也成立新的部门，降低极端气候对健康的影响。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。